星忽然會爆炸，也許基因和因完美夾吧。問點解冰川忽然會暖化？那貪勝之和虛榮未放下。紅綠燈點解它閃啊閃？每日對住電腦，點解邊都冇感情會發毛？亦不知道簡便一隻羊羔，遮蓋到這城內最糟。每天禱告，能否得到永生不老？大時代要穩樂，播着邊首音樂，地球就快爆鑊，點樣至得救鑊？問誰是隻豺狼？點先瓦解這鐵幕？不停發問都未有回響。點解身體機能會退化？也許腰骨和尊嚴是軟吧。問點解一匹鹿能似隻馬？也許身家和光環未夠吧。